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是观众，欢迎收看7月9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由全台阿扁自由会所组成的美联会，7号中昼伫林地举办近1000人的聚餐。虽然前总统陈水扁并无到场，也是透过影片甲会员加油打气，上面都来宣扬一边一国的理念，同时嘛为年底选举推荐一边一国连线的参选人。去年12月才登记成立的美联会，伫会长郭正典的带领，7号中昼特别选伫台南召开理监事联席会，甲1000人的聚餐活动。现场是开101桌，吸引北中南各地美联会成员到场参加。理事长郭正典表示，这除了是理监事会的决议，同时嘛是为了年底选举特别选伫台南来召开。这个选台南是因为阮小可有配合台南有人咧选举，所以阮有小可配合，要甲赞声呢。但是阮辩论会本身无特别立场，阮的会员个人要支持什么人，因家己个人迄落啦。辩论会毕竟就是以阿扁为主的会，所以大概是安尼。我会当讲就是讲，团体是无特定立场，但是阿扁们的会员个别立场，阮尊重。今仔日来选台南，就是因为个别会员大家表决讲要选台南，所以阮当台南才办。会长美联会嘛邀请前总统陈水扁并留了位置，不过最后也是无出席，只用影片的方式为美联会加油打气，并宣扬一边一国的理念。美联会成立的宗旨，简单讲有2大点。第一大点就是咱主张一边一国，自民自决。第2大点就是平反扁案，讨回公道。感谢大家过去这段期间为着这2大宗旨来咧拍拼。当然，阁有阁未达成，但是只要咱莫放弃，咱绝对会成功。尽管美联会强调不是为了个人。只要理念共款，因拢会相听。你现场出席有市议员陈怡丁甲曾王亚云，而市长参选人则只有柯忠信来出席。柯忠信也把握机会，甲现场的民众握手问好，争取选民的支持甲认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台市是人岛当中为无客家事务委员会伫遐市，所以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郭书博7号伫出席台南客家会馆的活动当中，特别答应伊若当选市长，将成立客家委员会，为台南客家族群来服务。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郭书博表示，虽然过去伫担任政务委员时，就极力来推动客家基本法的审查，不过台南市伫6岛内面，却唯一无客家事务委员会设立。对此，郭书博承诺，如果年底当选市长，将成立客家的专职事务机构。我发现我们台南市在这个6都里面有非常多这个独特的地方。那这个独特的地方，很多这个是表示我们在6都里面独树一帜就是我们跟其他的古都并没有跟上去。比方说，我们可能我们是6都里面唯一一个65岁以上长辈健保费大家要自付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要跟其他人看齐好，我们独树这个一致没有什么道理。另外一个我们现在这个也是在市政府的组织里面唯一没有客家专责一级单位的一个地方。那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加以处理，我们跟其他5都一样就好了。所以，如果有机会为大家服务，我们来成立客家事务委员会。会长郭书博嘛表示，虽然伊的团队内面嘛有客家人，不过家己却袂晓讲客语，未来将会努力甲团队学习，希望后摆甲客家族群见面的时，嘛会讲几句客家话。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为提升台南市营业的友善环境，市府借重5000间饭店的专业来辅导20间民宿业者。该计划除了成为全台首例，嘛成为台南市团结拼观光的契机。同款是经营大房的饭店甲民宿业者，应该是互相竞争。不过，在市府推动英语成为第二官方语言的政策之下，借重5000间酒店的专业甲资源，就希望针对民宿商业环境的标示甲多样来做出建议。上午双方第一站来到都开幕的草子北影来勘察，大家共识就是团结合作，做伙将台南观光的饼做大。透过我们专业的一个角度的话，用一些简单的沟通方式，像一些 signage 一些标志，让这些国际的旅客，然后透过这个双语的标志，可以能够做一些简单的沟通。那么其实这是一个竞合的观念，因为大家不是一个竞争对手，而是一起合作，可以把台南市打造成为是一个非常缤纷的城市的话，那么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到台南，我们一起才会有希望。民宿呢是很多背包客的首选。因为很多背包客他们其实会希望省钱，而且他们喜欢体验一个在地的文化特色。那其实台南的民宿呢是非常的能够彰显我们的人文风景跟在地文化特色的一个地方哦。那有这样子的这么好的一个空间，我们也当然希望协助他们推向国际，所以找来精英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我们。对对名立秋册店所转型的民宿，也加以背包客作为诉求，除了成为网络风评最潮加最温馨的台南民宿，没有游客的参像困伫图书馆内面享受册旁以外，现在更进一步掠条台南迈向国际化脚步，积极营造英语友善环境。现在台南是要推广成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城市。第二的官方语言对我们旅宿业来说是真的非常的重要。当然大家都会很惊讶，就是说，为什么饭店业者会来辅导我们民宿业者？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台南的一个代表，大家共存共荣，不分就是说饭店或者是民宿。这个是我们民宿业我们觉得很感动的一个地方。这样，今年类似草子不应的民宿到20间报名参与辅导，要做伙营造台南成为英语友善的城市，吸引更较侪观光客。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气候当讲是极端各的变化，为了让市民了解气候变迁的议题，高和市府特别邀请专家学者甲在地意见领袖举办座谈交流，以台当朝向永续发展的目标。因应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冲击，市府伫102年成立气候变迁调适推动平台。并伫咧103年到105年完成台南市第1期以及第2期气候变迁的调适计划，协助各族群面对极端气候的应变能力。这次甲国际气候发展智库共同举办座谈会，邀请社工、里长、学者做伙对谈，交换意见，了解第一线人员的需求。这一次的座谈会其实是我们在跟香港的乐施会以及台南市政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合作的计划哈，因为我们希望在透过由下而上的这个气候变迁调适的一个研究的方式，能够弥足过去长期以来大家其实都只看专家的一个意见，然后来做气候变迁调整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能够弥足这样的一个由下而上的差距，把在地的这个意见呢，能够透过由下而上的方式，让第一线最脆弱的族群，在社区工作者的协助底下，能够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出来，然后形成一个政府公共政策的一个决策。那未来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政府的施政的计划里面，能够照入到最脆弱的一个族群。主办单位嘛强调，面临气候变迁的严峻考验，政府除了推动灾害预警、防灾救助等工作以外，更加需要了解在地居民的需求，提出因地适宜的调适行动方案，才会当让台南成为适合居住的低碳城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而且高龄社会市府持续推动长期照顾，并且扩大服务对象甲照护据点，
其中委托林晨辉社会福利基金会所规划乐活巷弄长照站，在暑假期间特别推出互老人手机等生活学习，备受阿公阿嬷欢迎。来到林森社区活动中心，由林晨辉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所规划乐活巷弄长照站，看到这长辈时代正专心低头来学习现在人手一台手机这群65岁以上，甚至有高龄98岁学员，对只晓敲电话、接电话，经过资讯管理系学生志工，一个对一个指导到现在，将网络铺脸书，甚至做直播拢无问题。有2当前开办的大受欢迎，和阿公阿嬷收获满满。手机其实有它很多的方便性。我们老人家都是拿来讲电话而已，这比较可惜啦。就是说那些可以使用的，可以慢慢的，我自己是设定每一次来多学1样回去就好了。这样子10堂课至少我学10样那就好了。那至少比如说我出去也会学着说用这个来找地图啦。我要去的地方以前拢讲。你就攞伫嘴里啦，我得用嘴巴来问现在就看这个，因为有些地方比较少人的话，我们就还是可以跟年轻人一样，靠着手机就到了。当然，对着学生来讲，除了发挥因的专长，透过甲长辈交流，嘛知影要安怎甲因互动，亲像陪家己的阿公阿嬷同款。把自己学会的东西，然后也教导给长者，然后让其实长者的收获感很大。对吧？然后就是把他当成自己的长者，家里的爷爷奶奶在陪伴这样。是我们透过跟嘉南药理大学资管系的这些学生一起呢合作，然后我们到了社区去将3C 手机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带给我们的长者，我们长者都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可以延续的他们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课程哈。那现在目前我们的长者大概有60名参加，然后每一期呢几乎都是场场爆满哈。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能够达到轻盈共照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让年轻人跟老年人他们能够在这个社区里面，老年人可以接续传承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那年轻人呢，他们也可以把他们学到的新的一些事物跟我们的长者一起分享，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在地老化的一个成果。该会对今年5月开始申办中西区的整体照顾服务体系以后，其中乐活巷弄长照站更是要主动关心社区的长辈，并且规划适应的生活课程，甚至冒做伙用餐，和团成甲互动温馨的画面一直延续。电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今年有一群小学生的暑假真无同款，因为因有机会伫5星级饭店体验铺面床、做点心等等课程。伫规划这项体验营，则是劳动部分家男分署。对此，分署长表示，伊是第一摆甲这场体验的年龄降到10岁以下，就是要互因提早甲这场来接触，发现工作兴趣。来到饭店客房，每一个负责铺面床、整理枕头等工作的，拢只是国小学生。不过，会当看出因经过学习以后，动作美丽，而且每一个细节拢无马虎。需要换一个场景来到餐厅，因马上变成服务人员，拢爱对学烹饮料、白滚水的基础开始。另外，伫餐厅另外一边的教室，更是学做手工饼、甲装饰鸡蛋糕，体验做点心的点点滴滴。我也很喜欢，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些客人来这边，我想让他们天天来住我整理的房间，而且看到客人很满意这个房间，我会很开心。这次是我们分署第一次举办的儿少职涯体验哈，以往都是以国中高中生为主，那这次把年龄层下降，以国小的学童为主哈。那这样的一个儿童阶段哈，其实他已经对职业上都有一些幻想跟模仿哦，所以经过亲身的体验哈，就可以让他们提早来了解自己未来的职业的兴趣。劳动部分家男分署透过甲饭店的合作，嘛，或者20位参与的学员展现学习的成果，度过一个真无同款的暑假。电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鼓励身心障碍朋友会当以艺术创作展现出对生命的热情，中华生活美学馆特别举办第16届全国身心障碍文会奖。教学之间，因来到台南生活美学馆进行巡回展出，也邀请大家做伙来参观。第16届文会奖今年以着微笑作为这届的创作主题，希望将正面的意象扎入身心障碍朋友的内心世界。毋茫透过文会奖71件的得奖作品，互外界感受到身心障碍朋友丰富的美学创作能力。这条巡回展最后一站来到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展出，主办单位呼吁市民来看展，做伙感受创作者对着生命的热情。我觉得很多作品让我觉得深受感动。我不喜欢用感动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感动是被太廉价。但是回归到一个原点，它好像只是感动。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后面在后面有身心有自闭症的孩子的面临的状况，或者说也有绘画技巧非常棒。比方说在老师隔壁旁边这一幅作品呢，这个捕梦网，它是一个插画风格的东西，但是它其实非常棒的。那里面更不乏有好几幅是我觉得都是很赞的作品。那去年我们也办过一个身心障碍的美学特展，但是我们是用图画的方式或是立体件的方式。但是今年看到文会奖的作品搭配了文字之后，我觉得它可以带给更多人不一样的想法。另外，主办单位嘛表示，第17届文会奖以着最美丽的风景作为真件主题，欢迎喜爱创作的身心障碍朋友踊跃投件报名。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每一当夏热期间，拢会推出热天艺术季的视觉文创园区，今年结合 VR 体验，加上精彩广告，要用历史上头一场的战争来作为主题，欢迎民众组队参加。这届的天地战神 VR 体验是视觉文创园区加 VR 技术团队第2届的合作。甲去年融入古角元素无同，今年更加将古角的起源发展带入去故事核心，结合现在少年人喜欢的电竞游戏，以史上头一场的战争宣言皇帝大战蚩尤为主题，希望创造全新的艺术季活动。我们这一次跟他们合作是比较不一样，它是因为上次是单人玩的一个部分，那这一次就是6个人，到时候就是最后的那个完整的版的部分是6个人可以一起玩，那就是甚至他们可以就是同时对话。那我们是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就是比较可以针对比较年轻大概13岁以上的小朋友，这样子给他们一个好玩的一个体验。游戏中不但有上古时代的生活人物，并且融入视觉园区在地场景。整个游戏体验真有临场感。我觉得石虎他们这边的场地其实是还蛮有很多可以拿一些很多很好看的场景，因为他们毕竟这边是很有趣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是把他们很多我们觉得很有趣的场景的部分，就把它汇进来这样子。我们刚刚实际体验呢，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它的画面结合了石鼓的场景，也非常的生动，也欢迎大家来玩。为了扩大艺术季的参与，业者这届佮结合中央大学美术系加港湾工作室，进行一装置艺术的彩画，加周边系列产品的开发。有兴趣的民众不妨利用暑假期间组队前来体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另外，暑假期间，湖公山南台北院主要为青少年办活动，针对大人嘛规划版画体验课程，用小沙面造型，和学员来体验版画雕刻加印制比例。每一位学员伫老师讲解以后，拢相当的认真，对扫描以后到雕刻，一直到最后印制阶段，每一个步骤拢袂当马虎。主办单位湖公山南台北院为了推广传统的版画。特别伫暑假期间，邀请知名版画家林志胜的公主林俊贤前来教学，透过实地体验，除了了解版画创作流程，将生活甲艺术结合，嘛接触甲不教结缘。
会中真济学员拢是第一摆接触，但好不容易印制完成的迄刻，充满成就感，也成为学习上课的流量。我们都喜欢画画嘛，基础的话都是素描为主，很少做版画这种刻印的这种画，所以这一次林老师林志信大家都很喜欢他，他的画真的很棒，所以就来体验一下怎么去刻，然后怎么去用颜色去一层一层的拓起来，然后把这个作品保留着做纪念。因为早期你要去画用人力，他要画很多的一个数量，要耗时耗力，所以那时候就研究出版画。我们刻一个板模，然后以后就可以大量的复制，然后这个复制这个印刷的技术，它就从无到有就形成，因为因应它的需求，就这个文化就会形成，自然而然的就创造出来。伫学员体验创作的空间两边，正是大书记林志信的版画甲油画展览作品，毛学员一面创作，一面皆当感受迄款乡土情怀气氛，相当难得。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这份短暂转好的天气，温度20度到30度，落雨记录7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7月9号的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